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5当前有一个马来西亚一个大学生去互操打喙齿，这个犯人纽约市1审、2审拢判死刑，经1审嘛是认定爱判死刑。南韩警方甲公调处今仔日透早搁再起告总统官舍，总统尹锡悦是家己出来，互公调处以领导叛乱的罪名甲伊逮捕。今年过年连假休9日，为着要互民众知影当时会当拼本数，环境部的网站有整理各县市甲外岛地区清运的时间表。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伫咧5当前有一个对马来西亚来到台湾读中英大学的查某囡仔去互操打喙齿。这个犯人纽约市1审、2审拢互判死刑，经1审即马嘛是认定伊无教坏可能，爱判死刑，褫夺公权规世人。正做宪法法庭判决死刑有条件合宪以来，头一个有关维持死刑判决的案例。为马来西亚来台湾读中央大学细种的女大学生，5年前互中药市用锁仔甲红骨绑掉了后性侵，偷人的钱佫共刣死。中药市奉照性侵杀人、放杀尸体、性侵未遂等3罪，判死刑2年甲2年10个月。性侵杀人撤销终审。15早起高雄高分院经1审判决出来，中药市也是判死刑，褫夺公权一世人。等待落单的女学生经过，并且事先准备好麻绳供犯罪之用，因此法院认为他有直接犯罪、直接的杀人故意，手段非常的残酷。这个案除了因为案情受到社会关注，这也是宪法法庭判决认为死刑有条件合宪，但是严格限缩适用的犯罪类型甲要件以来第一站死刑判决。也是有给我们准则的，所以法官在判决里面也谈到了：第一个，他是直接的杀人故意；第二个，他的手段非常的残忍，有符合的最严重的犯罪情节。高雄高分院认定中药市无教法可能，应该甲社会隔绝。就算死刑有条件合宪，也有相关规范会当遵照。这个案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互认定判死刑事实甲理由互相矛盾，也无原证鉴定嫌犯无矫正教法可能，甲驳回终审。高分院表示，经1审已经甲相关事情保安全，针对判决家属目前也无任何回应。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去年伫咧台北市大安区一间精舍，有一个52岁的查某信徒，那像是互拍甲死去。即马检方是查到一个姓王的作者，那像就是主要伫咧杀人的主嫌，已经有抓到，依照伤害致死罪，甲伊受押禁戒。原来伊的地主包括艺人李伟，也以证人的身份，互叫去问话。这个穿乌衫、规身躯包干巴巴的，就是已经真久无伫咧演艺圈出现的艺人李伟。13日来到台北地检署，因为伊敢若牵涉台北市大安区一间私人精舍的命案，伊两边互检方以证人的身份约谈，先后请回，因为伊误会的师傅敢若是凶杀案关键的人物。法官决议执行搜索。警方全副武装，甲门展开了入去内底，出来查甫人看到警察，规人硬去。出来更正侪资，这个查甫人就是作家王军，也就是李伟的师傅。验过死者家属提供的相片，指控伊敢若就是精舍杀人案的主使者。去年7月24日监视器画面，看到一个穿修行衫的主持甲2个信徒塞一台拖车，车顶载就是死出来死者。伊敢若是伫咧精舍附近的餐厅，互人虐待拍过了，放进去拖车顶头佫盖一领透明的护膜，人拢无叮当被等伫咧精舍，存款簿也领甲空空。那发现另有完嫌，设有重嫌。那全案呢，讯后将依杀人罪嫌移送北检侦办。王军伫社群媒体有播真侪消息，不过拢毋捌互人看伊的面。对于修行的地主李伟，伫案件发生了，也互检方传唤约谈。经过一层一层的调查，真相是愈来愈歪。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市金华城逼出8案，即马这争议的20%用集中地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今仔日有召开会议，也宣布讲，这中越公司是有先表态，暂时无要做这20%用集中地部分。我假设他愿意来办理这个建造的变更，把20%拿掉，那当然我们的建管处这一个没有理由
不接受。好，那第二个我们要讨论是，因为现在已经起诉，那我们在讨论的部分就是说，是不是他自己变更，还是我们依照这个24条，强制的要求他这个再来办一次这个容积的变更，把20%就直接拿掉。李书川表示，无论是顶越公司主管，也是向经济要求去变更建造，放弃这争议的20%用集奖励，因拢会赶紧来进行相关的审查，按算会伫咧3个月内赶紧完成。继续来关心，针对着宪法诉讼案的修法，复议案获在野否决了后，行政院的政委林明兴是提出预防性权利救济。法务部表示讲，就法院的依据来讲是有可能的。因若司法院是认为讲，应该要由宪法法庭依照个案来审任决定。司法院也证实讲，已经有收到民进党申请宪法审查，也有暂时处分。行政院针对宪法诉讼法提出的复议案，顶礼拜互立法院否决。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兴搁再表示，会当提出预防性权利救济，对宪法法庭敢要裁定冻结新通过宪诉法。法务部政务处长黄世杰是表示，立法院依据确实有可能。因为宪诉法是由司法院主管的，所以当然是尊重司法院的看法哈。那不过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哈，确实哈宪法诉讼法有准用行政诉讼法条文，那么也有准用刑事诉讼法里面也有准用民事诉讼法条文。制限跟暂时处分目前还是方向嘛？这个可能要问那个行政院才知道。不过，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是引述现任的大法官，也是时任的司法院秘书长吕泰龙的话，认为总统无公布的法律，袂当正做事先的目标。我们台湾的法律制度是可以配合着执政党。有政治上的需求就变来变去吗？当时那个立法者的讨论那个意思，这当然是一种那个解释。那所以我们尊重当时女秘书长那个意见。同一个司法院，2019年要审宪诉法来立法院说一套，现在配合民进党政府的需求又讲另外一套。司法院本身行使职权，如果受到影响，可不可以请求释宪？这在法条上是符合的。那你们有没有做过？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在过往旧制时期，有没有司法院曾经有申请过2件？曾经有过，但这2件最后都不受理。申请释宪暂时处分之时机，是不是最后一个？您可以说，是不是应该由宪法法庭来认定？对，这是宪法法庭的那个权限。司法院表示，以预防性权利救济做审理的案件类型，伫民事诉讼法、家事诉讼法，也有行政诉讼法拢有适用。不过宪诉法佫无直接的明文，也若敢要准用，安怎准用，这是由宪法法庭按照具体事态来判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防部15公布，中国又有24架军机甲6架军舰出现伫咱台海，国军都有严密咧掌握应对。不过，即马国军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国防部表示讲，已经有向行政院提出勤务加级的调整方案。另外，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去主持国军的重要军阶干部授勋授阶典礼。陆军的副司令卢坤修升任陆军司令，原来现任的陆军司令曾树明是调做国防部的军备副部长。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15发布，正式共机24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正伫北部、西南甲东部空袭21架次，加上共舰6架出现台海。另外，美军军文网站公布中共亲像当咧建造新型的特种登陆步船，搭载会当延伸120公尺的陆球运送战车车辆登陆台湾。国军表示，本岛外岛拢完成阻绝设施，形成多战的防护，也会继续检索共军的动态。中共现在目前新型的这个特殊驳船的部分，相关的情资，本部均有掌握，那也列入我未来这个相关的情收的重点。那针对它未来可能的能力跟运用的方式，我们会予以研析，并采取适当的应处。针对南北有意破国防预算，民众党呛声要删除军事设备预算3%，国民党团是确定冻结江南国造18亿预算。团主国防部长顾立雄点头认可，国军严正补贴。顾部长认可潜舰预算冻结18亿元的相关共识的一个内容，并非事实。国防部立场始终未曾改变，
即为争取预算全数通过。另外，国军人才流失的严重，那是志愿役人数是7年来新低，当然赔钱退伍的军事官人数，在4年来增加4倍。要安怎来改善困境？国防部正是已经向行政院提出勤务加急调整方案。亲自为鉴定将领甲奖称，总统赖清德15亲自主持国军重要高阶干部授勋授阶典礼，包括陆军副司令李坤修升任陆军司令，现任陆军司令曾秋明调任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钟树明上将在担任陆军司令期间，戮力于陆军建军规划，从部队演训到后勤准备，都能够以前瞻的眼光、宏观的视野带领部队持续精进。另外，现任国防部军备副部长徐延甫介任退伍，老总统肯定徐延甫40多年军中的生涯，推动军备升级、兵役制度改革、强化台美军事交流，颁发一定保定勋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早起审议通过，若是用贵州的车牌，要加倍罚到72000块。另外，英国敢若针对车主来罚，不过未来若唔是车主驶到这架车的人，嘛得爱受罚36000块。后续会送去到议会讨论，如果后会期通过，会当伫咧今年实施。记车牌的情形严重，交通部进前已经预告伪造、变造车牌相关罚款，比较危险驾驶提悬到36000块。不过，立法院调查立委是认为讲应该加重罚，才有吓惊的效果。经过协商有共识，对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是蒙领车牌，按相关额加倍罚，也就是罚72000块。原来过去拢是干那针对车主来罚，也另外搁再增订针对非所有人的驾驶人。违规使用伪造、变造车牌，也直接罚到相关价的36000块。加倍的部分是针对伪变造的部分，我们有加倍，这个是以往没有的处罚。原则上还是以汽车所有人这一个为主。那这个并法的部分，我们是希望说达到这个并法组合的目的就好了。修法也针对伪造、变造别人的车牌，肇事致人伤亡，也有10年来第2届违反规定，拢会直接没入车辆来销毁。后续会送议会讨论，按算通过时程可能会伫后一个会期通过了后，今年有可能会当上路实施。那调查立委也呼吁讲，当法之下也要落实处理来杜绝假车牌的源头。透过加重处罚以及严格执行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一个效力，让法律能够来真正执行到正义。修了法律再严格，修了法律再精彩，最后的相关警政司法单位不进行相关的处理，这个法律放在这里，它不会自然去抓那个假车牌啦。根据警政署交通组统计显示，去年伪造车牌的案件比前一年增加472%，已经禁止违法车牌资料。另外增加 AI 巡逻警车，增加处罚量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北市有一间国中爆出捌摕到书读奖的校长对代理教师霸凌，不过教育局的调查是认为这霸凌无成立，互受害者无法度接受。今仔日出面来召开记者会，公开受到校长霸凌的录音档。教师团体又呼吁相关的单位，得爱重新来检讨这个校长敢有责任，而且嘛爱改善调查程序，保障教师的权益。其实我都认为我自己算是蛮敬业的，可是他却用言语的威胁我说他有人事权、裁量权。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其实我真的让我很恐惧不安。后伫控诉和新北市某国中校长霸凌状况，受害代理老师王老师出面召开记者会，也毋过伫封闭的教育体系担任告密者，有关爱挂乌目镜帽啊报案案，佮公开为去年2月到4月之间，和校长连续霸凌的引动。你们没有反省自己的能力，所以你才会长这样啊！你才会在会议上我在讲话，你也在讲话啊！你没有伦理啊，还要我出声来骂你啊！他其实的言语就让我一直很不舒服，我常常很害怕。然后到学期末的时候，我都一直过得很提心吊胆的生活。我只希望说可以重新审核这事件，然后让
让它有更公平的处理措施。王老师指出，家己向新北市教育局提出申诉了后，虽然先就校长情绪管理无好的部分记小过，也不过经过4个月的调查，所认定霸凌无成立。报告内容以校长的讲述为主，等于是对受害者造成极度伤害。教师团体也呼吁相关单位爱重新检讨校长的适任性，佮完善调查程序，以保障教师的权益。许多的老师，他是以实名的方式向我们举报。这位校长不仅在现在这所任职的学校有霸凌同事的情况，在之前服务的学校都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教育局对于职场霸凌零容忍，绝对依法秉公调查，绝不宽待、不偏袒，也报请教育部废止师铎奖获奖资格。后续会密切关注，辅导校长采取正向领导管理方式。新北市教育局指出，已经报请废止这个校长的师铎奖获奖资格，佮会继续关注这个校长甲当人的互动。另外，对霸凌调查结果不好的部分，会当以职业安全卫生法提起救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过年前，为着要预防税收也是赶工无注意安全造成劳工的危险，劳动部是启动37天的加强劳检计划，伫咧全国北中南针对工安记录不良的业者来启动劳检。我们也看到它其实会在一些地方容易堆放易燃物，或者是有一些电焊带来的火灾的风险。那尤其它也是一个高楼层的工程，所以它的风险确实可能比一般的工程都来得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选择到大家今天所处的这个工地的原因。检查只是手段，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希望能够让劳工的安全得到真正的保护。劳动部长洪胜汉亲身带队去劳检，呼吁各行业唔通为着要赶工就无顾安全。事业单位应该加强落实各项防灾机制，假使违反劳基法，上当会当罚100万；因若是违反着职安法，各项问题上侪拢会当罚30万。而且若真正虽有危险的，就会下令爱停工。再来看到55当前，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来台湾设厂，说是去污染到土地，佮或者员工去接触到有毒的地下水，致使真侪人着癌死亡。RCA 求偿案到今已经超过20档，今仔日高等法院是针对 RCA 一军也未做出判赔的222个人做出经2审的判决，判决这个 RCA 等4间公司是爱赔互因1亿7千万。RCA 员工的律师团表示，真肯定这个判赔见解，不过嘛是认为赔偿的金额上低，等咧建议敢会阁上诉。RCA 工人，RCA工人。这只 RCA 工人踮高等法院门口，就算头毛已经白啊，要是话声永远袂放弃。RCA 一军求偿案拜3高等法院针对约未判决、无外显疾病等等的212个 RCA 前员工做出经2审判决。RCA 等4间公司爱赔偿互因1.7亿，要会当上诉。我们的大多数的会员，从之前的40、50岁、50、60岁，一直到现在都70、80岁了。从我们的步伐可以稳健的到现在，已经是步履蹒跚。从我们的黑发到现在的白发。RCA 员工律师团讲，肯定高院判赔的见解，但是认为金额比原本1审、2审更较低，会建议敢要上诉。律师团向记者表示，这摆判赔1.7亿，平均每个人通得到76万，参过去1审时做，每个人平均受赔偿80多万，加较低。这个金额看起来是比原来的1审或2审，原来的2审可能还低。这么严重的污染。都没有告诉劳工这个是什么的有机溶剂，也没有讲这里是有毒，然后一切的防护措施都没有做，然后又事后偷产，又事后的掩埋，然后不提出这些相关资料，这般恶质的公司，而且它又很赚钱的公司，我们赔偿金额这么低，合理吗？RCA 公司55年前来台湾设厂，所互员工接触有毒的地下水，侪员工着癌，甚至是死亡。RCA 工商求偿案官司到今已经拍20几年，其中 RCA 一军最高法院2018年判其中262个人，通得到赔偿超过7亿，24个人得到赔偿5000几万，剩的222个人即摆判赔1.7亿，律师团队的建议敢要上诉。
另外，也有 RCA 治军的案件等咧高等法院经一审。记者阮李秀凯台北报道。来看检警查到全台湾头一件地政诈骗案，这是由第一线的地政事务所专员戴胜发现到，有诈骗集团伪造遗书的签名，违法来继承死者的房产了后，越头就随便出去，真歹追查。3档内是乌心钱赚1亿4000万，而且这其中也包含着里长、律师、大师拢总牵涉在内。发动了2次的搜索，总共搜索了52个地方，传唤的人数68个人，声押了6个人。检察官亲身出面，讲出办案紧张的过程。全国头一件台版地面师的诈骗案，3年的时间共骗1亿4000万。今嘛专案终结起诉，台北市府联合办案相关的人员拍影片加强宣导。通报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协请各个地政事务所，然后通力清查，然后才发现说。有几个可疑的案件，他们的关系人都是重复出现的，所以我们会诊之后才会向检警告发。这件地政诈骗案是因为第一线的公务人员发现代志无啥对同，因为台北市地政事务所的专员接到民众投诉，因家的遗产去予外人继承，也那遗书顶悬的签名煞是伪造的。进一步追查，发现几啊件继承案，拢是伫财产所有人死亡了后，因为家己逝世拢无伫个分尸边，长久以来无人继承，才会去互诈骗集团以代笔遗书的方式，向地政事务所办理违证登记。也那诈骗集团只要厝摕到手，就会随甲卖掉，了后就真恶追查。我想说，我2年前搜索过他，我有扣过他的手机，刚好是整个案子的第一件，他办完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我去搜索他，把他手机扣起来，那个手机里面就有第一个案件里面完整的证据。诈骗集团就是透过每一年4月份，各地区公所公告在地也未办理继承不动产的名册，锁定双北较贵的厝，交给当地里长、律师、地政司等等，而且还有公务人员参与做共犯。即个一个手全部拢封藏起来。地政局嘛强调讲，未来会加强审核，毋是文件交逼就会当办理继承。另外，即卖新型的诈骗罪手路嘛800款，提醒民众都要申请地籍移动即时的通知，随时保护家己的财产。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原地国教署规定，公立幼儿园一班24个学生爱配2个教师。不过，有幼教团体就出来抗议，讲真济公立幼儿园为着要省经费，定定咧软空棚分配师生。第数一个老师就要家己带一个班。半下班10几个学生的乱象，今仔日佮去提交陈情书，要求国教署甲各县市的政府就要落实平均分配。幼儿教育团体拜三伫检察院头前抗议，准备要甲陈情书交予检察院，因为因不满国教署和各县市政府伫公立幼稚园师资分配顶面去滥发几个空棚，造成一个老师佮10多个细汉囡仔无人替手，嘛无违规的现象。那假设说今天这个公立幼儿园，它招收了36个小朋友，就变成了一班是24人，另外一班就是变成12人。那24人的这个班级，当然一样维持2名的教保服务人员。那12人的这个班级，就是只变成了1名教保服务人员。照国教署的规定，一班公立幼稚园上侪会当收24个学生，若超过12个学生，一班爱有2个老师。有的收到36个学生，照理来讲是拆做2班，一班18个2个老师顾，等于爱请4个老师。不过有的县市政府会让空棚，甲36个学生分做一班24个，一班12个，安尼一班请2个老师，另外一班只要请1个老师就会使，造成顾12个学生的这个老师连去便所的时间拢无。真正的老师真正较有责任感的啊，伊就会想讲，无我先尽疗好啊，等囡仔拿咧食饭的时阵，我才去便所。但是安尼相对来讲，安尼做伤身体。以我家己的经验是，我捌因为安尼去住院。出面控诉的这个教保员，因为惊互人点击做记号，无方便面对镜头，伊嘛指控长期的师资乱象，一定造成伊的身体袂堪治。对此，国教署捌以公文回应，建议各县市政府爱以平均的人数来分配师资。只是这款回应又到团体无法度接受，因建议国教署爱有实际法规去约束县市政府。也若针对这条抗议，国教署是也未做出正面的回应。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有的新长者出门需要骑3轮的奥多摆较安全、较方便。不过，若要照着因有法度骑3轮车去考驾照，其实无遐尔简单。
即马伫咧台东就有摸到一台二手的奥多麦，改装做新长者咧用的3轮车，免费借互因来练习考驾照，佮有专人陪因训练。官府嘛希望会当摸到愈侪机车来改装，提供互新长者借用。这台白色的奥多麦改装做是新长人士会当使用的3轮的奥多麦，后轮有加较大轮，骑起来会较载。台东县富居生活重建中心，即马有这种3轮的奥多麦，会当免费借互要考机车驾照的新长人士来练习。这个措施目前是全国头一个。那我们会全程会有社工，会从他的练习到去考试辅导，我们会全程有社工陪同。来借奥多麦练习的新长人士，在训练员的陪同之下，为起步、转弯到北区，一步一步练习。这款的服务，互新长者会当克服行动的不便，会当家己骑3轮的奥多麦，是比较安心一点。我们在教的过程中，虽然骑乘的方式都一样，但其实希望他会的是抓那个空间感、距离感。目前的话，其实监理站自己有1台，那我们其实辅具中心有1台的话，其实针对就是所需要的人员会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服务。社会处表示，台东县会当提供新长者练习的3轮奥多麦资源真少。目前台东县伫咧东海花、唱国甲台武，拢总有6个身心障碍者的服务中心。目前敢若有这台改装的3轮奥多麦会当借互民众，希望身心人士会当提供中国的奥多麦来改装，互更较侪身障人士会当借来练习来考驾照。公司新闻台东报道。语言训练企业中心累积25档来全民英检的资料，今仔日正式推出国内头一个家己研发、大人囡仔拢会当用的 AI 英语学习诊断平台，针对讲甲写嘛拢会当列出错误，提供意见。This company knows that designing a cute doll or exciting truck isn't enough. 试讲全面英检中国级的题目，张小姐先念出2段英文 ，AI 系统马上就拍分数，摕到4级分。它还会再给你正确的答案，那你可以，它甚至会给你自己的音档，然后让你再去比对跟对照你自己发音有什么可以再做修正的地方。当日读台湾大学1年细红的学生试写中文翻英文 ，AI 系统随拍3级分，佮针对文章、思虑、语法提出建议。它比较不像有的 AI， 它是单纯直接给一篇比较好的范例，根据你的错误，它把它挑出来，并且做指正，还有有没有可以更好的用法。AI 系统诊断讲甲写，另外针对听甲读提出建议，这是技职中心推出的第一个咱台湾家开发的数年会拢总适用的 AI 英语学习诊断平台。我们自己觉得最难得的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资料库后面呢，就是本土的一些这个语言的资料。在台湾这个英语落差这么大，英语资源那么少，今天有这个平台，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契机。国发会继续推动双语政策，补助技职中心推出全面英检爱学网，6月底进行免费体检。考虑到弱势需求，计划要推出优待方案，期待对全国英语学习会当有大帮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南韩警方甲公调处人员要掠总统尹锡悦，今仔日透早搁再去到总统官舍，第2天执行逮捕令。尹锡悦是家己出来，互公调处以领导叛乱的罪名正式该逮捕。在南韩总统尹锡悦的车15透早离开官邸，结束过程6点钟的逮捕令执行过程。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15表示，南韩当地时间透早10点33分执行对尹锡悦的逮捕令，正式以领导叛乱的罪名，加受到国会弹劾来停职的尹锡悦逮捕。原来尹锡悦的辩护律师赵东宪是表示，虽然尹锡悦认为调查行动是违法，不过为着避免进一步的冲突，伊愿意主动接受调查。南韩当地时间15透早4点20分，警方甲公调处的人员搁在前往首尔市龙山区和南洞的总统官邸，第2届执行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官邸外口组织大约6500名会支持甲反对尹锡悦的民众。因为有1月初3失败的经验，这届南韩派出大约3000位警力，先用楼梯遍过官邸内底的第1座风扇，拆掉铁网，了后是驶过由大型马术组成的第2座风扇，并且伫当地时间8点左右到第3座风扇进前。
总统警护处了后是轻度路障，运输调查人员进入。不过，伫1月初3第一届逮捕令执行的时，主导组织逮捕行动的总统警卫处的处长金成勋，伫15星号抓起来。审理温小华单休案的南韩宪法法院则是宣布，家庭审延后到16举行。温小华的律师搁再重新强调逮捕令无效。不过，国会在野党是议员强调讲，抓温小华是保卫宪法甲民主的必要手段。 헌법의 적, 민주주의 적으로부터 헌법을 보호하고 대한민국을 지켜야 합니다. 지금 대한민국의 가장 시급한 과제는 윤석열의 체포와 파면입니다. 宪法法院是南韩唯一会使对国会弹劾总统的合法性做出裁决的权力机构，伊必须要伫180天内对今的罢免温秀华，也是恢复伊的总统职权做出裁决。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美国拜登政府伫咧落任进前定出一项要禁止中国的汽车和卡车卖去美国的措施，相关的程序会由接任的川普政府来处理。另外，川普嘛表示讲，伫咧上任迄天，伊就要成立新的部门——对外税务局，专门来收外国的关税，也有其他的税收。 拜登政府伫落任之前通过一项中国汽车软硬体禁令的规定，会有效禁止强买所有的中国汽车甲卡车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商务部的部长雷蒙多表示，这是以国家安全做考虑，无希望200万只的中国汽车上路了后，才意识到美国面对威胁。另外，美国商务部目前也当地考虑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采取类似的管制。 伫禁止中国汽车甲卡车进入美国市场这项新规定出来进前，美国政府则伫去年9月，为着保护美国无受特定国家连接网络汽车技术的危害，尤其中国汽车制造商想要主导全球联网汽车的市场。 美国提出禁止来自中国甲罗西亚的联网汽车硬体甲软体，其中软体禁令会对2027年的车款开始生效，硬体是对2029年生效。这个禁令也不准中国汽车伫美国车路顶面进行自动驾驶的测试。总统拜登13伫国务院发表最后一届外交政策演讲的时，针对甲中国伫咧抢全国经济强权的这个战争，表示美国袂甘愿做第二。 that China's economy would surpass ours. According to many predictions, that would happen by the year 2030 or shortly thereafter. But we in this room said no. If we make the investments in ourselves, we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technologies, that will not happen. Now,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predictions, on China's current course, they will never surpass us. Period. 上尾版本会等特别上任的川普政府来确定。 另外，后任的总统川普14表示，会伫宣誓就职的迄天成立新部门——对外税务局，负责收来自外国的所有关税、税费甲收入。伊伫社群媒体表示，透过两者无力的贸易协定，美国经济为全球带来成长甲繁荣。 同时间煞对家己扣税，会对迄寡透过贸易对美国这边趁钱的对象收合理的费用。中国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会面对甲美国的贸易紧张的情势变严重的情形。根据路透社对64名经济学家所做的调查，中国2025年国内生产总额的成长可能放慢到 4.5%，2026年进一步放慢到 4.2%。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镜头转来看国内，桃园中立一间有合法执照的化工公司，说是甲人收工业废酸的处理费用了后，就将这药剂违法参其他事业废弃物做伙拼伫咧苗栗湾里的一笪土地，严重污染着环境。检警有去查扣，不法所得1亿3360万，佮将这业者等8人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提起公诉。 驶造车的司机甲废弃的化学剂载到苗栗湾里一笪土地，直接倒入去土坑内底，佮用机械ram阿蒙土甲其他的废弃物，规个犯案的过程拢互环境部环管署翕落来。检警专案小组2023年查到非法倒化学剂，详细追查发现是桃园中立一间化工公司以合法再利用的执照，暗砍非法的行为来赚侥幸钱。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基本上没有。铁矿没有，盐酸。 没有，双氧水那些都没有，就经过过滤之后就会变成你们的产品。
检警权专案小组调查发现，姓柯的化工业者伫咧废弃的化学剂咧制造氧化铁的过程当中，无甲铁加入去，颠倒是直接委托非法成为业者伫咧苗栗湾里的一笪土地，南废弃的塑胶、土粉，也有废弃的玻璃制造红门涂砖，重量有2000吨，土地面积5100平方公尺，各式车辆有7台，不法所得1亿3360万，规个拢甲扣起来。他是挂羊头卖狗肉啦。他一方面是合法去收这些所谓的废酸的处理费用，可是相对的，他私底下又以比较低价、低廉的方式委托这些非法清运的业者到苗栗苑里这边去弃置。全案起诉被告共计8人，查扣车辆5部、挖土机2部。经检察官陈祥威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裁定扣押不法所得。总共新台币1亿3360万元。台中地检署侦查总计甲姓柯的化工业者等8个人以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另外，这笪土地经过检测发现重金属污染，包括铬超标10.8倍，铜超标7.3倍。环境部后手会要求业者负责清运，也有土地整治的责任。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去年几来风台扫过了后，花莲的海边就出现大量的水流茶，有开放民众捡去用，不过因为有人直接伫咧海沙堡喝茶烘烧，也引起不少火灾，互消防人员是无用来走踪。这是花莲市北滨海岸，10时暗暝了后，有民众伫海沙堡遮钓鱼啊，或者是放烟火。有的人因为天气寒，竟然摕水流茶来起火烘烧。算算海沙堡顶有7台火咧倒，附近的民众烦恼火若拖开都袂收煞。因为民众离开了后，并无甲火完全拍花，搁因为透风的关系，10时透早6点，火搁倒起来。消防局赶紧派人去拍火，不过因为水流茶规堆的，搁拢塌做一火，数量侪，用3点钟才甲火拍花。据我们统计，从去年10月到今年的1月10号为止已经发生了16起的漂流木火警。那由于这个漂流木的木堆从花莲港的港口一直到花莲溪的出海口，绵延将近3公里，满满的漂流木。那一旦风势的助长以及风向不对，都很有可能造成飞火延烧到花莲市区。消防局呼吁民众若伫海边活动的时阵，千万唔通起火烘烧。若违反规定，会当以消防法第14条的规定，罚3000块以下罚款。目前已经联合林保署、花莲分署甲华顺队加强稽查。公视新闻花莲报道。来看宜兰罗东有人赛车一路正向，搁转来转去，实在真危险。也伫咧北宜公路有车辆驶过双黄线要超车，结果所来引发车祸。宜兰县这2档透过民众检举，也有科技执法，成功击发这款无驶伫咧正确车道案件，增加到2万件。警方也呼吁驾驶得爱遵照标线，唔通来违规。行车记录器翕到罗东顺正路一台轿车一路反向行驶，对向车道的车辆两界直闪，民众就过面破盲，一直讲真危险。那他就朝向对向的车道开过去，那并先到对向的外面车道就切进来，那个对向的外车道这样子。镜头来到北宜公路，看到一台轿车换过双黄线超车，拄到对方大货车，佮驶入原车道，所甲头前骑机车的人发生事故，造成起诉，受伤方送医，好在在无生命危险。很担心他撞到我，地上都有画箭头啊！你不知道你开逆向吗？民众对这类危险驾驶行为拢无认同，只是警方要透过传统测速翕相来举证无简单。根据警方统计，宜兰县2022年无依规定驶伫来车道减速6343件，2023年10637件，去年有9331件，举证多数来自民众检举，搭配科技执法。那再细分警呼吁用路人切勿违规超车在山区行驶时应遵守标志标线行驶根据道路条例规定，无依规定驶入来车道，会当罚600块以上1800块以下罚款。那方认定是危险驶车行为，会当处6000以上36000块以下罚款。警方呼吁民众遵守标线行驶，保障用路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嘉南的协和电厂第4天然气接收站工程拜5要进行第6届宽评初审。今日嘉南市中山区拢总有24位里长专工来到台北，表示支持第4天然气接收站，希望会当兼顾到减少空污，也有用电。也毋过环团是出来表示反对，指控台电无应该干那甲里长讲好处，应该爱甲因讲好详细。看伫协和电厂举办宽评进前，嘉南市中山区的24位里长到台北开记者会，强调无互台电绑票，因为因全部拢支持台电去协和电厂。严厉改建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它是由油气换油对空气的改善。这个里长表示，会支持协和电厂有4大主因，包含乙气换油、减少空气污染，施工期间会当增加工作机会，营建工程带动地方的消费，甲增加供电。不过反对的环保团体表示，协和4只毒气槽伫1500公尺范围以内有辖区甲海军危害营区，台电应该说明清楚，万不发生火警甲意外，安怎应变，袂当用部分的信息互里长误解。天然气 LNG 的除槽限于火场的时候，他们隔离的范围是周边1600公尺就必须要立刻疏散跟隔离。我们在这一次的环评书件资料中，完全没有看到关于城市安全以及国防安全的评估。这次特别举办第6届嘉南协和电厂宽评的初审，正反双方继续对外表达立场。环境部会安排正反双方分别派3名专家来参加会议，分别是有发言权，不过无表决权。嘉南市府向台电发声讲，应该优先减少污染，避免扩大电气机组的规模，破坏海域的生态。台电回应讲，会继续甲各界来沟通，希望各界支持协和的更新，为嘉南带来稳定的低碳电力。要求台电重新提交审查，确保对于水产保育、生态环境及渔业生产的影响降至最低。空污可以减少96%，温室气体可以减少50%。它这个都是一个既能够提供稳定电力，又能够改善空气品质的一个方案啦。对协和电厂4只的工程宽评初审，环境部长彭启明近期是表示会保卫各方的意见，不过也请正反双方尊重宽评的制度，宽评程序顺利进行，才是个人的福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桃园铁路地下化新设的平顶车头要往南山180公尺，结果市府是向提出要改往南山40公尺尔，那是达成共识，特别提报予交通部来审议，因过地方是大起反对。铁路地下化工程一直咧走，不过桃园市长张善政去年6月确定桃园铁路地下化新设平顶车站永久站体向南山180公尺的计划出现变化，建议改采用月台向南延40公尺，引起平顶真侪位市议员甲民众的反对。南移到新路基金会旁边这个空地我是觉得比较可行也比较赞成。未来如果我们依然维持在西部一街这个位置的话，做了延伸的这个200公尺的月台，民众上下车还要走200公尺，这个造成民众非常的不便。议员呼吁市府要坚持站体向南山的方案，才对平顶长久的发展有利。桃园市府回应讲，平顶车站永久站体向南山180公尺，铁道局有意见，目前甲交通部建议提出向南延40公尺的想法，不过也未定案。他们目前主要的这个车站的站体还是维持在环南路以北，可是呢，它这个相关的这个结构会延伸到环南路以南来。但是会在第2阶段来施作了。针对地方希望平顶的站体搁再向南山180公尺，未来含捷运局线来共站。铁道局认为讲，原地规划伫临时车站边仔起平顶车站永久站，按算2030年就当启用。那个站体向南山会大延伸工程，而且局线的捷运计划也未定，无符合实际。对站体月台向南延40公尺到宽南地下道路口的计划，若达成共识，过年了后会提报予交通部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大寮后庄火车头附近有一个地下道的电火，最近互人乌白喷做红色的，或者规条地下道的光线拢变甲红拍拍，当地居民讲真恐怖。里长表示，已经有向市府来反映要几个月啊，结果拢无人要来改善这个行政效率。今日
入地下道会当看到，这规条路拢是红色的电火，佮看到双边边的壁顶，互人围甲乱糟糟。红色的光线甲看唔捌的路样，规条地下道就亲像是几啊片的情景共款，互人看到心惊惊。李长讲，伊伫咧去年的12月28已经通报互公部门，不过拖要几个月时间才要来处理。阮兜住伫遮，面住伫遐，啊，除非讲过那个天公庙拜拜，我好去啊。会感觉热啦，就是晚上走会有点恐怖啦。对啊，白天应该还可以。工务局表示，因为地下道相关的权责单位较复杂，才会拖到处理的时间。针对电火甲壁道围道的部分，已经有报警追查。因为电火顶悬的红漆洗袂掉，因已经有派人来换电火甲清洗壁面。目前需要汰换电火拢做有6组，量基局啊爱开2万块。该处地下道经查灯光及涂鸦为遭民众任意涂鸦。对此，公务局已先行报警追查行为人，另针对涂鸦脏污，将派工进行后续清除改善。是安那，阮里长通报，互恁知影讲做这件事件，恁拢总无要来整理，啊，就要等甲记者来啊，啊，恁当要来做。即摆伊即摆电火开开，你甲看因这个火，你暗时咧行是惊人呢。在里面，大家拢甲讲，这我想要过地下道啊。工务局讲，未来会派人加强巡检，若民众黑白破坏公共设施，互人抓到，以民法第184条的规定，会当按照实际损失来要求赔偿。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今年过年休9日，一寡民众嘛开始咧烦恼，当时会当听粪扫甲回收。为了要让民众知影粪扫车清运的时间，环境部的网站有整理出各县市甲外岛地区连假期间清运的时间表。嘛，呼吁民众若是有大型的粪扫要拼，就要量早打电话来联络地方的清洁队。特别过年啊，一个民众厝内嘛，陆续准备要开始摒扫，尤其后礼拜自2号开始要放年假，一困就休9天。有民众住大楼有粪扫经通顿，较无咧烦恼。不过，一寡爱家己叫粪扫车、回收车的民众是已经开始在烦恼粪扫的问题了。绑起来，然后放在后边那个洗衣服那边，也就是要找一个位置先稍微摆正，不然放久的话也会有就会味道啊什么的，对。无收当然是较烦恼，但是大家嘛爱休困啊，对不对？爱休困啊，你只好忍耐一下。目前环境部的网站已经有整理出各县市甲外岛连假期间在粪扫清运的时间表出来，要让民众了解资讯。大岛的部分，过年前清运的时间，干那到29暝，初1至初3是拢无粪扫车，爱到初4才恢复日常的清运。另外，环境部嘛特别呼吁，像加速管这款高压容器爱交互回收车，唔通拼粪扫车，避免爆炸也是回收。高压容器爱安怎办吼？第一项就是爱确定讲已经内底已经无啊用完啊，吼，所以讲假使讲还未用完，吼，就要拜托大家吼，爱到空旷的地方把它排空。有一个标签讲内底是高压品，吼，高压品。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好的是要交给回收车。若是民众有大型粪扫，像电视、冰箱，还是家具要拼，环境部是建议民众量早打电话，请地方的清洁队来处理。然后环境部嘛表示，初1至初3部分县市有设定点清运，民众若是有需要拼粪扫，还是回收，拢通伫咧环境部的网站查到资料。记者卢尚书、郑俊友台北报道。去年下半年受到几内风台的影响，全台湾菜市产区是拢受损真严重，平均的菜价有超过50块。不过，即马菜市出产是渐渐恢复稳定。以西地果菜市场来讲，购货量增加3成。目前10公斤菜市大约计销大约是24块。如果过年期间菜价会更较稳定。市场人员无因搬运各类菜准备送货，单天过后气候稳定，适合各类菜生长。和果菜市场交易量增加，各类菜价销嘛为去年下旬，平均每公斤60块，慢慢落到现在每公斤20块左右。一箱700-800个啊，啊，即卖先300块尔。哦，系啊，等于砍半了哟。对啊，砍半了。系啊，俗足济落来啦。大白菜嘛，共款啊。西个果菜市场表示，去年10月后受到这风台影响，导致各地蔬菜产地拢受损。每公斤的平均菜价起到50块以上，但现在入冬后气候稳定，市场的交易量为每天700吨提升到1000吨，菜价才慢慢回稳。啊，去年的计价差不多拢咧50块左右啦，有当好价的时阵，原来捌
升到50几几啦，吼。啊，高丽菜的部分哦，好价的时阵，一斤拢捌1公斤100多块啦。目前平均菜价大概24块左右啦。果菜市场就讲，各过10外天都是春节假期，将这日采买高峰期。啊，目前西丽果菜市场每天蔬菜供应量拢超过1000吨，其中过年需求量大的长年菜、冬藕等，每公斤大约拢20-30块，菜价已经起平稳，提供消费者有寡侪选择。公司新闻王伟雄为您报道。为着要传承传统戏曲，伫咧中华有幼儿园对去年开始，互这个囡仔做伙来学八管。今年举办新歌发表会，佮有特别设计囡仔歌结合八管的音乐演出，实在古锥趣味佮活泼。五仙是给，五仙是给，九仙是给，八仙清凉。3位古锥的囡仔兄办3层开场，边仔佫有八管咧伴奏，说落来好戏开始，囡仔人搬出趣味佮活泼的即个戏带步，让甲大咖的观众笑开开。彰化市滨河幼儿园用音乐戏出的表演，展现这一年来学八管的成果。我实在是足感动的，有看到这个囡仔竟然大班尔，这有会使表演甲这自然，这么好。我们家小孩回去都会叫说，带我们来南北馆看一下，然后顺带我嘛熟悉足济原来南北馆这有济物件嘛足趣味的。彰化市的滨河幼儿园2年前开始和彰化南北馆音乐戏曲馆合作，互囡仔人学八管。今年的新歌发表会，甲八管结合西北河、花金歌这囡仔歌，用音乐剧的方式演出。除了这bản身以外，咱这回阁有甲小朋友用这个八管的乐器，包括这鼓类的阁有铜器类的，因拢学了真欢喜。成果发表会里面的歌曲，就是拢用咱台语的囡仔歌，让小朋友自细汉就开始学咱的母语。那北管的应用，囡仔嘛最喜欢呢。幼儿园表示，彰化是台湾南北馆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老师设计用绘本、囡仔歌结合八管的表演，要互囡仔人自细汉接触传统艺术，认捌台湾的戏曲文化。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3度至16度，中部地区13度至17度，南部地区15度至20度，东部地区14度至19度。还有外岛地区11度至17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Thank you.